2月3號第41點台記新聞，我是謝美玲。一連串上新的消息，特別提供給觀眾朋友。武漢肺炎疫情炭燒，消毒酒精嘛大欠費。台州花蓮廠今仔日就釋出95%山莊的酒精，採取限量實名制。透早6點，門口就出現一大堆人在咧排列。詳細情形，咱們連線記者吳慧珊。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民众是大排长龙，大包小包的在排队，而且这个人龙呢都已经拉长来绵延好几公尺。他们的手上拿着，地上放的通通都是这个空的大水桶，为的呢就是待会要把消毒用的酒精来装回家哦。因为呢，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各地的口罩、酒精几乎都是买不到，因此这个台酒花莲厂3号开卖95%的高浓度散装酒精给民众来购买，因此就有很多人不到7点就来排队。先带来看稍早画面。拄则来吼，啊伊即马即个门还未开，会伤等无，会惊等无。伊讲迄个我讲几点上班嘛，嘿，啊，就有人会来迄个。啊，即马未开呢。无要紧啦，爱等吼，嘛是。对啦，玻璃瓶跟塑胶瓶啦。我今日要装遮多哦，备用吼。不是备用已经没有了，家里已经都没有了。不是这个是那个店里面要用的，保护要消毒用的。对啊，要保护客人啦。好的，可以看到，就怕抢不到酒精，大家是早早的就来排队拿号码牌。那大家呢，只要是带着身份证跟容器来装，每个人最多就可以买到4.5公升的酒精。那今天要是领不完的话，明天还是可以来依照号码牌来购买哦。那台酒公司也现场来教学该如何调配75%的消毒用酒精，而且每天呢都会开放200个名额，目前是还有1年的库存量，对于花莲地区来说是足够使用的，也让民众可以安心防疫。以上这边掌握到的详细资讯。抢这个酒精嘛，伫咧抢这喙安哦，因此呢，台北市政府就宣布，要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个台北市卫生局提出来这个外科的喙安，拢总20.800个优先要发予辖区内底防疫第一线的病院。详细情形，咱们连线记者周景如。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需求，北市府认为医疗机构还有照护机构是防疫工作的第一线，因此决定要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释出的战备外科口罩，还有自己北市府卫生局的战备外科口罩，一共是合计配发20.8万片来释出给这些医疗院所。我们来听一下副市长黄珊珊稍早的说明。战备物资它并不是上一次中央所规定的那8大类的人员，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给医疗院所的战备物资。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大概20万片。那医院的部分我们配置12万片，基层的部分，基层医疗院所我们配置7万片，照护机构我们配置1万片。医院的部分大概可以有7天的存量，基层的医疗院所大概只有2天的存量，照护机构大概也是2天。那今天我们会把所有配送的相关的数字，等一下会公布在网站上，然后也会请相关的机构过来领取。那其他的部分有关基层医疗院所的话，我们会配置给各个不同的工会，医师工会、中医师工会，还有相关的其他的基层的医疗院所。就这个部分今天会做相关的配置，所以医疗院所缺货的部分应该会得到一些缓解。但是我们针对中央的那8大类的人员，我们已经提报19万份每天的需求量。那到现在应该还没有做任何的配送，所以我们也呼吁这个中央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尽快，因为第一线工作人员跟很多交通运输的人员其实存量都是有限的，所以今天的部分是战备口罩的配送。在台北市设置任何的收容处所，都应该让台北市民我们应该有所防备。我想还是回到 SARS 的时候，大家记得那时候和平医院的人员他其实是在我们南港的基和国宅做回家，就是在那边控制，但是当时把防疫做得很好，旁边的居民也都理解，因为防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可能说不知道，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他才能够做防备。我相信中央也应该是这样，他既然有人要回来，他就不可能在一个荒岛，那不在荒岛，在市区，那我们总要告知我们旁边，最重要是我们如果还要派支援的人力，我们公开透明是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好，目前的发放对象还有一些数量的配置，包括是台大、北医、北荣、万方医院的库存不足，因此卫生局是合计要配发12万多片给这4间医院。其他配合防疫的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相关的工会也会转发有7万片的口罩。另外，照护机构则是可以领到1万片，在今天上午的10点就可以请相关的人员前往北市府来领取。现在北市府也已经备妥了这些口罩的库存量，希望这次的战备口罩释出也可以为第一线的团队来解决口罩不足的问题。以上面情形。好，咱感谢记者带予咱上新的消息。受到这武汉肺炎的影响教育部也宣布，高中以下是该2月25号才要来开学。家长呢会带穿这个防疫的照顾假，而且呢头家一定爱准假。不过呢，防疫照顾假是不是会扣薪水？劳动部长柯明春2号表示讲，看每一间公司的规定，也引起了外界质疑哦。对着这件代志，劳动部也再度派代表出面来说明。那这次为了防疫上的需求，那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他下达一个紧急命令，他要求这个学校延后开学。那延后开学的话，对于如果要照顾12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这些家长来说，他可能在安排照顾上面会有一些措手不及，因为12岁以下的确实比较不好治理。那所以他同时也定了一个这个防疫的照顾假，这是一个新创的一个部分，他依照相关的命令才定的。那这个假的话，要求雇主必须要准假，如果劳工确实有这个需求，那这个准假以后，他不可以把劳工请这个假当作是旷职，或要求他日后必须去请自己的事假、特休，或者是扣他的全勤。那也不可以有其他的不利的对待。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请雇主必须要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定。所以如果还有违法的话，会怎么样开罚吗？好，那如果是我们希望说这段期间，那个劳资双方都是可以互相体谅的了哈。那防疫的话，真的是如同作战。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雇主他可能不清楚这个状况，也许他把它视为旷职，那或者是视为一种事假，而去扣到他的全勤奖金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违反相关的规定。那或者是说，他要求劳工说，你非得要用自己的特休请完了，或者事假请完了才能请这个假，那可能也会违反相关规定。这个的处罚是新台币2万到100万。那国中、国中、高中的学生，如果他需要在家里父母要照顾的话呢，那他们可以用什么假来请？好，那这次的这个防疫照顾假是特别针对家里有12岁以下的小孩，那这样的小孩确实比较难治理，所以增加这样的一个价别。那国高中的部分也有延后开学的状况，那其实它没有影响到现在劳工可以请的其他假，包括家庭照顾假或者是特别休假，这些部分的假都还没有影响到劳工。如果确实有照顾国高中这个学童的需求的时候，还是可以依现行的相关规定来请假。这个照顾假的话，是否扣薪这部分有规定吗？好，那这一次的话，确实是为了防疫需求，新增加了这一个价别。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因为防疫必须要劳资双方共同来体谅。那但是防疫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是归责于雇主。那我们希望说，雇主在给假的同时，因为他其实也是在必须要忍受，包括人力的调度，他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部分能够对劳工多照顾一些的话，那他可以在他的心理范围内多照顾一些。那有关这个请假期间的工资，那是依照公司的规定。那因为现在有一个人资的主管，他是有提出说，如果不方便请这么长的话，那可能其中2-3天的话是用请病假的方式。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不是有点这样欺骗的感觉？那这样是不是有点违反规定？其实这个假给的就是让他有照顾的需求。那当然，如果劳工自己本身有不适、身体不舒服的情况，那有相关的必须要去看医生的情况，那当然是符合病假的规定。但是两者不是混淆在一起的。那如果说刚好劳工自己本身有一些不舒服，那他请病假期间，他也刚好可以去照顾他的小孩，那这个当然是符合相关的原来的他的普通伤病假请假规定。但是我们不希望说是不同的假别、不同的使用的这个假别来去混用这种情况。
那其实劳工方面来讲，家长有两方嘛，有可能父母两方，他都可以去做一些协调。也许说，大家工作上面，跟公司做一些协调，有的人请这几天，有的人请那几天。那其实每一个家庭大概都会做一些调配。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分批，同时都可以请就对了。爸爸妈妈原则上是一位在家里请假，那当然他们就轮流在这14天里面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们大概会做一些协调。也许哪天谁的工作手边比较放得下，那谁先来请。那过2天，另外一位来请。那原则上就是一位来照顾。那这个部分的话，总是在这样的情形，大家共体时间了那也不要让整个社会的秩序有一些停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号向宣布，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为着要避免学生囡仔感染的可能性，因此宣布全国高中及以下学生囡仔要延后2礼拜来开学。不少人上班的家长呢，因为讲无人顾囡仔，只好呢把这个囡仔送到校外补习班或者是安亲班。现场情形，咱就要连线记者尤燕淑。40万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在昨天是无预警的宣布，针对高中以下，也就是像是国小还有国中生呢，必须延后2周，也就是延到2月25号才来开学。那么面临这个突如其来的政策呢，让许多家长可以说是措手不及，因为许多家长必须要一边上班，可是上班的同时又没办法照顾孩子，只好将孩子呢送到补习班来进行补习。而面临这个防堵武汉疫情扩散呢，补习班业者也提出一些配套措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好，小朋友，我们量一下温度哦。368 ，OK， 手伸出来。好，手心手背都要认真搓哈，手心手背都要认真搓，搓干了才能进教室哦。好，那么透过现场的最新状况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孩子要进到补习班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量体温，要确认每一个孩子有没有发烧的情况。一旦呢没有这个发烧，才能进到补习班这边来进行补习。而且呢，小朋友的双手也都要必须喷上这个酒精来进行消毒，来避免这个小朋友呢这么多的孩子们在同一个密闭空间上课，来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形。不过其实这项政策呢，也让这个不少家长非常的哀怨呢，因为除了要增加这个补习班的一个上课费用之外，许多家长还是会担心小朋友在这边会不会有个群聚感染的现象，因此补习班业者是强调每天都一定会针对每一个孩子进行量体温的动作，而且呢面临这个突然延后开学这2周的这个课程呢，补习班业者也找来所有的老师来紧急因应这项政策。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先把时间还给彭磊。好，感谢记者带给咱上新的消息。所来讲，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这翠安抢买上新的情形哦。宜兰县的连锁超商今日10点呢准时开卖翠安，民众一透早呢就来排队。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英如。好，直播各位观众，大家都可以看到，超商里面几乎是人潮满，民众抢着排队，就是要等早上10点钟口罩开卖。先带您来听一段店员的说法。那所以10点才卖也就没了。对。对啊，没错。只有卖33份。是我们今天只有进到33份。可以听到，像是这一间分店就配到33份，每份3个。虽然说是10点钟开始，不过9点就出现排队的人龙，而且正式贩售不到10分钟就被一扫而空。带您来听抢到最后一个口罩的民众心情如何？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对。哦。有新份。是哦。那种不用排了，不用排了，那么可以看到，也有许多人晚了一步就扑空了。不过店员也说，大家真的不用紧张，因为现在依照公司的政策，每间分店都是10点钟准时贩售口罩。至于数量方面，会视情况来做调整，让真正需要的人都可以买得到。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情况。即马大家呢，拢要买翠安。好高雄有一个人狮团团长也决定讲，要甲进前选市议员准备的24000个翠安摕出来做公益，免费来发送。另外，台南安南区的站行李的里长嘛采购了1000个翠安，免费要发送给里民。伫咧新北市邦桥嘛有民众免费送500个翠安。看到路边有人咧分翠安，民众都拢走去排队领免钱的翠安。
咱排过莫过来啊！你有排过啊？你已经第3抓啊。因为喙暗实在是无够，所以就出现有民众排几落回，一个人领几落块喙暗的情形。工作人员干那会当叫伊莫安尼，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大家拢咧抢喙暗，含各大通路嘛拢真歹买到。他就是说他要拿100万来买这4万2千个，说他要用，我已经决定要分享给我们台湾的人民哈。高雄这个人狮团的团长，去年选市议员，准备4万2千块喙暗，结果无送出去，即马拄好会当摕来做公益。今仔日是咱旅办公处有咧发口罩。另外，伫台南安南区的男行李里长烦恼民众买无喙暗，嘛专工买1000块喙暗送给大家。买无啦，买无呢？你都无当买啊啦！我女儿伫咧超商咧走，我计下班了哪有退回来？不是没有。真侪民众拢早户口婆去现场，就是希望会当加领到几个喙暗，度过这段时间。伫咧新北市邦桥嘛，同款有好心的人摕500块喙暗出来送，同款排队排甲路长。口罩其实在12月以前就买了，既然有多的话，那大家又买不到。那趁这机会，就我们拿一些出来，那就是捐给大家。短短半点钟就送400块喙暗出去，看会出来喙暗真正是愈来愈欠啊！记者综合报道。确定得到武汉肺炎的病例愈来愈多，抢买喙暗的情形嘛愈来愈严重。花莲观光胜地东大门夜市有店家加一个6块的喙暗化价化到15块，想要趁这灾难财。另外，伫超商等等的这款通路买喙暗民众是排甲路长，喙暗才排起10分钟就去互人抢了了。一个10块，8块，是哪一种？有这种的，有那种的，看你。那比较好吗？都一样。喙暗一个花8块至10块，甚至佫讲价小无共，毋过品质拢同款。花莲东大门的夜市有业者咧做生意兼卖喙暗，毋过煞去互民众上网发文咧干骂，一个喙暗上悬花到15块，要若其他的销路嘛才卖6块尔。安尼敢讲伊是想要趁这个灾难财咧？因为规个花莲喙暗真正是抢甲无够，药妆店内底人是安尼钱甲砸，计销的品行较尾嘛是即落喙暗。伫个另外一边，超商嘛是安尼钱甲人足济，喙暗一日甲放上架啊，免10分钟，互人抢了了。抑佫有真济人是买袂到，都有民众想讲这应该是补货无够个。超商都有500份了给人家买，为什么我们花莲是这样吗？花莲只有这家有，这家有，我跑了3天，只有这一家都买不到。小朋友都要上课了，又要开学。又要开学了，儿童口罩的问题。对，不要说儿童口罩，只要有口罩可以使用就好了。因为我们还有上班，我跑了快10家都买不到。你们买无就是买无啦，民众感觉真无奈，排队要来抢买这个喙暗，根本就是袂付气啊！因为囡仔就得要开学啊，煞无喙暗通挂，嘛唔通因为生囝过安尼拼命囤货。希望政府会当提出这个喙暗发放的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武汉肺炎，新北市也做好防疫的准备。2号也公开的消防局运送疑似肺炎病患的标准流程。救护人员除了家己的防护措施，也有运送疑似病患防疫专接救护车。防疫拢爱做甲目睭睭。新北市长侯友宜一边视察面地，一边也针对着喙暗欠货，抨击着中央应该爱公布喙暗的产量、甲供应数量，甲公开透明，才会当互民众安心。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同款呼吁中央爱公开，互各县市的喙暗数量，也个警告，若是讲这数字无透明，恐惊会成做政治的风波。脱除第3层防护装备。消防人员伫头前示范防护衣要安怎烫，因为一个所在做唔对，疫情就可能会拖开。新北市消防局2号公开要安怎运送可能是肺炎的病人，含救护车冒防疫的 SOP。冷气出风口均宜使用保鲜膜粘贴，防止病毒进入出风口。新北市长侯友宜去现场视察，挂喙暗、手消毒、磅体温，不过民众上关心的，也是倒位才没有喙暗。侯友宜伫个人面前公布影片，前一暗亲身走2点外钟，就是买无喙暗。侯友宜要求中央公布喙暗的信息，为生产分配的数量到买所在，拢爱真清楚。市长都买不到，你说市民买得到吗？我还特别在这里给中央做一个呼吁，中央每天全国的生产量多少，
配发出来多少，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全国市民们。要求中央爱公开催暗的资料的，还有台北市郭文泰各一届出面呼吁，赶紧公布县市分配数量。公开透明，至少大家知道他拿到多少拿多少嘛。那如果有一天是因为不够用，那出问题，那至少大家认了，对不对？现在我是怕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当没有公开透明，那又不够用的时候，哇，这个就变政治风暴了。呛讲催暗的分配会变做政治的风暴，双方拢出面讲话啊，催暗的资料无公开，互大家心内拢真袂安稳。有网友直接伫网络顶下算互大家看，讲根据政府公布的数量，台湾一天催暗的产量是400万到600万袋。若是一天一个人买3袋，一天敢若会当提供互上济200万人，也就是讲催暗根本就无够用。中央征收的催暗到底有偌济？双北市长拢要求上无信息爱先公开。记者综合报道。随着疫情继续扩大，咱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号暗时也宣布，甲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嘛来做2级流行地区。伫台湾目前共款维持10个人确诊，有1人经过2届体检，拢出现着阴性，代表体内无病毒，已经会当达到出院的标准。另外，还有1名确诊的病患，第1届采检嘛出现阴性，病情渐渐好了。台湾确诊的10个案例，经过几多天的治疗，总算有好消息传出来。其中1个患者经过2届检验，拢是阴性的，代表体内已经无病毒啊，达到出院的标准。双阴性的个案，明天又会做一个双专家的会诊。好，然后也会做一个再次的裁剪。另外9个人的情形嘛，拢愈来愈好，其中1个人嘛已经检验过1届是阴性的。甲台湾比起来，中国的武汉肺炎的疫情算是最严重的。那欧巴已经互列作1级流行地区，指挥中心阁宣布2级流行地区，广东以外阁增加浙江省温州市，住伫遐中国人全部袂当入境。温州市它从今天开始执行陆运的管制以及限制居民的移动这些的措施那另外考量我们跟温州有直航的班机，那双方的这人员往来的密切根据统计，台湾甲温州1礼拜直航的飞行机有7班，平均一天会有170多人受到影响。疫情变严重，病毒起变化，即马包括美国华盛顿卫生部、甲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拢有伫患者放出来屎内底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敢讲武汉肺炎病毒唔乃透过喙烂甲接触传开，含屎嘛有可能是病毒传开的方式。这样的资料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得到证实。虽然从粪便中检出但是它对于我们那个防疫政策的一个影响并不大，因为粪口传染它通常是一个比较低经济的国家，它比较会在意的问题。虽网记录增加，不过病毒出现伫气管以外所在，嘛，互中央甲医学界唔敢放放放。记者综合报道。看到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不少民众唔敢出门，也造成南投观光业者真大损失。亲像是九族文化村，按旧年春游将近7万人，今年呢是落到敢若剩4万多人，减少3成到4成。3年期旅馆的退房率嘛有1成到2成。虽然学校的毕业旅行，也有校外教学恐惊嘛受到疫情影响，被迫来取消。业者就希望讲政府会当斗3天，赶紧推出着相关的补助方案。新正年过了后，天气变热咯。九族文化村的北中营开要7、8成，隔亚营甲富士营嘛准备要伫2月中开始开。虽讲樱花开甲这尔水，不过却拄到武汉肺炎，服业一季落3、4成。今年过年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湿冷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过年的游客人数是衰退的现象。初1到初5，照旧年来看，九族文化村加上2月谈流浪车的人数有要7万，不过今年却敢有4万外，受到影响的阁唔拿观光业。你去饭店大厅头一个爱做的代志，就是放体温。明明是旅游的大月，不过伫柜台登记的旅客人数却比过去减5成到6成，要甲房间退掉的嘛，赶快加真济。已经有陆续游客因为疫情的关系，做这个退房或延后旅游的这个行程的这个结果。约有退了1到2成左右。武汉肺炎影响到观光旅游业，不管是普通的旅游团体，还是学生团体，拢改时间，无就是归去外班啊。业者怨叹讲日子真歹过，希望政府会当斗3天。很多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买不到口罩，我们也要拜托我们相关的单位跟长官是不是能够协助我们这些
旅宿业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是能够不虞匮乏的拿到口罩。疫情若是继续无受到控制，观光旅游业刷落来一定会真歹过。政府得爱赶紧制定政策来帮助业者度过这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位于观光地区恒春基督教病院长期靠边假日夜车游客当作免钱的这公共便所，即马因为讲有武汉肺炎的疫情，院方按2月1号开始要来进行着门禁的管制，无要借便所予人。另外一个受到影响的，也有垦丁旅游业，因为讲疫情的关系，大房率愈来愈低，受到真大影响。业者呢是安尼挨惨，是希望讲会当赶紧来度过着这个寒冬。恒春基督教病院即阵啊，伫门口打一张防疫的公告出来，顶个写无医疗需要的民众禁止入去，佮伫后壁注明讲便所嘛唔少，原来是边啊休假日的夜车游客，长期甲遮当做免费的公共便所，一暗上少拢有成百人走去用。夜市以前是可以借，建议他到那个公共厕所。医院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地方，所以我们采取门禁。但我觉得没有那么美好，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他的做法。觉得 OK 啊，医院跟游客还是要有所区分。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加辣，为着保护患者甲医护人员的安全，为2月初一开始规定便所袂招人，入去病院之前拢爱先磅体温，大家拢唔敢凊彩，镜头来到垦丁。把握好天气，游客走去海边啊玩水，真足甲看喙暗拢无袂记的挂。现在都有携带口罩哦，各密闭空间我们都会随时就会戴着口罩，也避免疫情的扩大。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加上旅游补助，干那到正月底，旅馆的业绩拉到干那剩2成，互真侪业者拢害惨。现在开始就是真的很少人的，而且又因为武汉肺炎，那我们的旅游业就真的是需要。政府的话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要努力啦。旅游业经期歹，即马干那希望武汉肺炎的疫情会当量早受到控制，互垦丁的观光会当恢复过去的佳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武汉肺炎上新的疫情，根据着大陆湖北省卫健委上新的公告，2号一天湖北省新增57名死亡的病例，包括着湖北56例、重庆1例，全境新增2829名确诊的病例，也就是讲呢，全世界目前死亡的病例是来到362例，确诊的病例也已经有17339例。2号半暝啊，湖北当局也证实讲，武汉病毒甲一种夜波冠状病毒同款的症状高达96%。目前正赶紧伫咧研发治疗药物，初步已经有3种治疗药物。而各国按武汉登去家己国家的工作也继续来进行。英国甲法国载运胶面的第2代包机，拢已经登去俄罗斯铁路单位也宣布讲，开往中国的客运火车今仔日开始是暂时拢要来停止。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各地来炭烧，大陆各行各业拢是安尼系列的，即马连大陆的影视产业嘛受影响。中国官方广播电视联合委员会2月1号就正式下令，伫疫情防治控制期间，大陆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工作人员也有演员，全部拢是暂时停止来拍片，互大陆影迷加这剧迷是哀惨。未来几个月恐惊拢无新的陆剧会当来入咯，而真侪出互人期待这个电影呢，什么时阵才会当播嘛唔知影。影视名称虽然讲真青笑青影，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真热闹，安尼嘛，互影视产业变甲稀烈咧。北京官方伫咧新历2月初1发一个是下令大陆的电视甲这个电影，所有的拍片工作拢爱随停落来。这声就叫大家爱回去食家己咯。防疫工作高度重视，为避免剧组工作人员聚集，计划从当日起暂停剧组拍摄工作。事实伫咧这个新历正月25的时阵，有中国府内屋之称大陆剧产量上大的饭店影视城，就已经自我约束宣布要停止拍片。刷落去，浙江的这个宁波象山影视城、上海盛强影视基地，嘛对咧停机无要拍片咯。业者估计今年大陆的影视新作品恐惊会减少1/4。也若讲制片商的投资损失，迄就恶咧算咯。为尽量减少各剧组和演员的损失，横店影视城承诺在剧组停拍期间，摄影棚费用全免。
伫个目前上少还有13个大陆的这个剧组，互人停工，包含赵丽颖甲王一博因合作的《有悔》，也那台湾艺人赵又廷伊担任的这个武侠电影《阴阳师情雅集》，原本预计要伫个年后就开始翕，不过即摆嘛是爱话停。男主角赵又廷嘛已经转来到台湾，甲厝内的人咧过年。谢谢你医生、有匪剧组也先后发布剧组暂停拍摄的公告。另外一寡翕死的影剧，包含这个杨幂的《多谢你先生》，王晶的《倚天屠龙记》，甄子丹的《极地搜救》，和《延禧攻略》剧组再度合作的这个《团家》，嘛拢已经暂时解散了。这个片商会使讲是大家拢安尼嗨嗨餐，因为若是停一工，因的损失就是差不多伫台票100万至1000万3不等。大家拢嗨餐讲，今年寒天实在真恶劣过。大陆的影迷甲剧迷嘛是拢安尼嗨嗨叫，未来几落个月拢无新戏通看，今年真济部电影嘛拢着爱搁等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拖烧全世界，全台湾嘛，大家拢伫咧抢买喙罨。虽然讲政府征用医疗用的这喙罨，并且伫各大通路拢有咧卖，不过大家拢讲哦，买袂到喙罨。是民众党呢下载就召开记者会，要提出4大主张，希望讲政府对着各项防疫的物品，爱做到公开透明。嚟欢迎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好多观众呢，在这个武汉的肺炎疫情的升温之际，现在在台湾呢，现在民众几乎都很难买得到口罩。那么呢，尽管现在政府呢已经加强了在整个生产通路当中，也加强了生产线，能够扩大这个口罩的一个制造的一个产能之外，但是呢，许多民众到超商依旧买不到口罩。那么对此呢，今天早上，民众党呢也在立法院开了记者会，来批这政府的通路呢是完全没有一个配套措施。但您看一下整个记者会的一个内容。我们认为有一些有关中央配发的部分，可以一部分主动配售到健保的药局啊，透过健保药局跟健保卡的这个登录方式呢，来建立实名的一个第一步。那这样可以解决囤积上面的这个状态乱象，也可以解决到底我们在配用的这个配比上面的分布。好，可以到民众党呢也提出了4大的一个主张，除了呢应该将多数的口罩优先供应给健保的药局，那么希望用健保卡的方式来限购，能够来有效的控管数量。另外一部分呢，包含了缺乏超商通路地区呢，也因为这个医疗资源不足，应该结合地方的民政系统来主动配发。另外一部分呢，包含现在呢整个学校呢，高中以下的学校呢延后开学，也希望有足够的数量给这一些安亲班、幼儿园跟补习班。那么另外呢，包含了既有的通路，也应该协调厂商来出厂，以3到5包的这样小包装的方式来出货，避免被有心人来掌控。好，那么现在目前看到民众抢不到口罩，现在民众党提出他们的主张。以下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好，咱感谢记者带互咱上新的消息。另外，伫其他消息方面，国民党主席补选将要伫3月初7来举行。目前宣布参选而且符合资格人选，包括着政府主席霍良斌甲立法委员江启臣哦。而今日下午呢，江启臣也抢头香到中央来登记参选。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蓉。好，主播内容带您关注一下呢，国民党的党主席补选将在3月7号正式来登场。而今天呢，国民党中央这边也举行了国民党的党魁的补选登记日了。而今天呢，青壮派立委，也就是立委江启臣呢，他也前往现场来抢头香来登记。此外呢，他身边也有资深的立委蒋乃馨呢，以及新北市的议员一起来陪同，并且呢，他也带着党员的联署书一起前往现场。此外，也被媒体问到关于党内的蛮大一个势力冯洪复兴呢，似乎是相挺这个郝龙斌的。那对于这件事情他怎么看？带你来听听看。国民党作为一个社团法人啊，所有的党员都是我们的资产，包括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员。那特别是黄复兴党员过去以来一向对本党非常的忠贞，所以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在党的改造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所有的党员是改革的伙伴而不是被改革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我们应该要重新来找寻每一个党员，还有我们不同党部他的一个时代任务跟角色。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改革的方向，而不是简单的只讲说改废或者是砍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跟党员一起在改革上面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增加或者强化党员对党的一个向心啊。那相对的，我们也要问党能够给党员什么样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社团法人，所以照理讲，我们应该是要照顾党员，我们是要服务党员。有了服务，他们感受到了，才有可能反馈回来对这个党向心。那这也是我提出的改革理念当中，我们希望组织的扁平化，我们希望宣传的网络化，我们更希望服务的数位化。这些就是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党员对党的一个支持跟信心。不过上次黄复兴也是，当然。好，可以听到呢，其实江启臣是认为党员呢不应该是被改革的，而是呢应该一起加入改革的。此外呢，他也说了，他现在呢在登记之后也会继续下乡，也会呢拜会许多的党内大佬来争取支持。那以上我们现场就进行，先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下面赶快是一个上新的消息，中华县中滨工业区入口大桥伫下晝9點半是發生了一件死亡的車禍，車禍現場是安尼路蒼蒼，連個車甲3台這轎車還有一台這重型機車是燒弄了後，連個車衝破到這護欄，幾台車並落去橋卡，也造成一個人當場失去性命的現象，也有3個人受傷，目前攏已經送病院來搶救。而幾個事故也造成這個路段的塞車的情形，而詳細車禍發生的原因也有台警方做進一步釐清。新北市十指有一個姓陳的查甫人，好親像因為心情無好，啉燒酒，啉到醉茫茫哦，就沿路去甲人講這店家的物件，唔那甲這餐廳的這歌頂攏甲悠落來，也個佔規排的這機車。店家一透早來要開店的時陣，才發現，驚甲趕緊來報警察。警方也真緊到現場，甲這個查甫人抓起來。不過呢，伊也個佇咧激控激昂，連到派出所呢，攏也無清醒。查甫人互警察抓到，还佫伫遐激控激昂。即阵报案的人随跳出来讲，就是伊。原来这个查甫准备动手要来耍断店家的物件，互民众发现要来甲阻止。不过较早前的时阵，都有其他的店家去受到伊的损害。时间过来看进前的时，看这个查甫人伊安尼啉甲马西，行对这个亮灯仔卡去，伊雄行行伫路边去，摇落来摕一顶安全帽，同对大路甲牵去，还佫激无代志，从做伊行去。伊佫甲一大盆的盆栽甲倒大路的中央，涂甲树叶啊是安尼压甲满世界，还佫有停伫顶仔骹规排的学倒摆，嘛是互占甲东倒西歪。这拢是因为这个查甫人伊安尼啉甲嘎，沿路行沿路讲耍灯。神志不清吧，所以他就那个乱踢机车跟那个砸花盆。刚好我有看到他，可能也就突然也有看到我，就没有下一个动作这样。加在这间早餐店较早营业，无去有耍灯着，因那边的餐馆都无遮尔好运咯。男子因为喝得烂醉，沿路砸毁不少东西，就连这家餐馆前挂的一整排大红灯笼也全都被他扯了下来。这个21岁姓陈的查甫人，互警方甲带登派出所了后，还佫在忙，甚至无要配合酒测。其实伊就住伫附近遮尔，因为这个心情无好，家己一个人啉酒，伊对暗时啉甲天光，起酒笑咧耍断店家的物件，伊安尼触犯着毁损罪。等伊手醒起来了后，恐惊要后悔嘛袂赴啊！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度台东泡茶邯郸夜闹咧展开，邯郸夜随啊拢烫白体包红头巾，身躯呢佫下着规罐的这泡仔要互人炸，代表着要赶走瘟神。而台东市长张国炯嘛表示讲，武汉肺炎就那亲像是瘟神共款，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赶瘟神的仪式，会当将这种肺炎来赶走。而这嘛是台东市元宵节开咧活动的头一个节目。穿红色底裤烫白体包红色的头巾，手会提青仔机，邯郸爷就安尼徛伫桥顶的，四面拢有炮仔等伫邯郸爷身躯顶，就是为着要甲歹运赶走。很烧很热，一条信仰啊。特别想要干嘛吗？没有，就保佑家人身体健康。民间传讲邯郸爷代表瘟神，放炮仔甲赶走会当有好运。2月初1头一场活动，就有几来邯郸爷轮流去咧互炮仔帮，真侪民众拢挂喙暗去占位。若要看放邯郸，佫有巴肚皮舞、顶头射镜这精彩表演。我们的武汉肺炎就好比那个瘟神一样哈，
所以说这种疫情借着泡茶寒冬，可以把它驱赶走。台东市公所专工把这回武汉肺炎代表作瘟神，希望会当甲疫情防走。说落来嘛，有超过20场防寒单的活动，和这个台东特别的传统，为当地元宵这个活动拍头阵。记者综合报道。COVID-19 熊熊来过星期，嘛，和真侪球迷无法度接受。详细进行广告了后，做回来关心。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那表示他们两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吗？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不需要我啊。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NBA 传奇球星 Kobe Bryant 于顶个月在1星期的时阵摔落来不幸来过身去。在新进前，伫奥林队有20个球季。Bryant 雄雄过身了后，奥林队也取消了一场比赛。拜六第一届伫主场比赛，球场顶头每一个椅仔呢，拢有出着Bryant伊在新进前用过8号或者是24号球衫。比赛进前气氛是真悲伤，而奥林队主将詹皇伫第10时阵嘛强调讲，为着这布莱恩伊上爱拿球哦，奥林队将会继续奋战落去。现场甲科比在生的时阵穿的8号甲24号球衫挂起来，所有位嘛拢披8号甲24号球衫。奥林主场比赛进前的气氛真悲伤。台湾的大提琴家翁本伦嘛受到邀请去向科比致敬。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 to mind, man, is all about family. And as I look around this arena, we're all grieving, we're all hurt, we're all heartbroken. But when we're going through things like thi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lean on the shoulders of your family. 詹皇的致辞让人真心酸，配合科比的后尾24号，甲查某囝吉安奈后尾2号，现场为因悼念24.2秒。I was just mad and I had no words. It's a lot of emotion. It's a lot. It's just a lot. 同款让人真心酸的，还有这首歌。花莲保罗阿克的歌伫球场放出来悼念科比，詹皇强调为着科比上爱拍篮球，奥林会继续拼落去。Felt like these last 3 years was the happiest I ever seen them. 奥林尾啊119分比127分输给拓荒者，不过礼拜全队就为科比过身的悲伤恢复，用129分比113分拍赢国王，拍赢科比意外过身了后的第1场比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武汉肺炎滴喙癌，所以互条仔发甲规避，详细进行广告了后，做回来关心。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那表示他们两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吗？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不需要我啊。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
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健康食百里提供观众朋友医疗消息。防疫期间，大家拢会挂喙암，嘛，互皮肤科的门诊呢加真侪病患。因为长期挂喙암呢，翕条咧无通风，或者皮肤长期都伫湿度真悬的这个环境内底，喙油的数量增加就会发条啊。医师就建议讲，这治喙암的时阵哦，上好莫化妆，若化妆嘛，唔通化伤过高，另外唔通使用到保湿度伤过悬的保养品，避免皮肤伤过油。卫福部嘛再一出来呼吁讲。两个人哦，离50公分内，而且接触15分钟以上，才有需要呢来挂这个喙암。互相呢离超过1公尺，如果或者是讲伫户外啦，或者是讲伫通风好的所在，就无需要来挂喙암。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传，即马网络传讲出门有4项一定爱扎，手机啊、钱包啊锁匙个喙암，毋过喙암一个挂就挂几工，结果皮肤科的门诊就出现真侪因为挂喙암生条的患者。口罩基本上皮肤会闷住。那闷住，温度、湿度都会变高，那所以皮脂腺的分泌也会比较旺盛。痘痘来讲，都会比较严重一点。喙암挂起来，规个就翕条的。医生提醒讲，若是要挂喙암挂真久，化妆莫化甲伤高，化伤高细腻会更加翕，发条啊一直生。另外，保湿功能上好的保养品嘛，尽量莫抹，避免伤过油对皮肤的伤害更加大。如果自己是慢性病，可能身体很虚弱的人，一个是自己有病的人。戴口罩，避免传染给大家。第三个，到感染有风险的地方，比如像医院，我们都是建议要戴口罩。因为武汉肺炎，大家拢咧挂喙암，卫福部嘛，搁一个呼吁，户外通风好的所在，唔免挂喙암。人甲人离50公分内，加上时间有15分钟以上，才建议爱挂。两个人离50公分到1公尺内，若是会烦恼，嘛会当考虑甲喙암挂起来。毋过若是离超过1公尺以上，就莫无采医疗资源啊。另外，酒精嘛莫一直喷，酒精喷伤济，皮肤的油脂无去，手颠倒会变，较严重的会过敏出现湿疹。手洗好清气，才是对抗疫情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刷啦，这间菜馆行今年会使讲是旺旺旺。顶个月才开出到2亿4700万的大乐透头彩。过年期间，伊个小刷开出3个100万的这存在的大红包。头家呢，甲来买菜馆的民众拢讲，因为店内这财神爷真灵性、真灵感，嘛互店家会使讲，当年拢会开出大奖。拍我放假比别叫庆祝连续开出大奖，这间菜馆行今年会使讲是旺旺旺。除了开出这个大乐透的头奖，伫过年时阵，佫开出300个100万大奖。谢谢大奖，谢谢。无论是对号的菜馆，还是这个刮刮乐的现扣乐，拢请真侪民众来这甲试一下手气咧。开出了3次100万大红包，所以我也试一下手气，拜一下财神。就是去年来这里刮的时候，刮刮乐来过香火，200就中2000了，这间是很灵。菜馆买好了后，过来这个财神爷头前安尼甲蒙蒙拜拜一下，求一个好运。原来得奖的名角，佫伫个财神的身上。这间伫个台中沙六的菜馆行，伫个13年前，头家对花莲的结案，请这尊财神转来镇店，真奇妙是安尼，逐年拢会得大奖。干那伫个今年新历正月14就开出这个大乐透2亿4700万的头奖，伫个农历的初2、初4甲初6，嘛开出3个100万的春节大红包。看他的眼睛，为什么要看他的眼睛？可能就会心里会想到一个数字，比起其他间来这边都会中奖。我们财神爷很照顾我们这些乡亲啊，来这边都会沾沾喜气啊，来发财。台菜表示讲，从2014年来，这间菜馆行已经立即开出这个700个春节大红包，嘛是到今年为止上接开出大奖的菜馆行，嘛来称作规台湾上红的菜馆行。恭喜你中5000，谢谢。记者综合报道。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了。那表示他们2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吗？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周6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
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你感觉手表人甲阮厝敢有得行？啊，这顶头有胭脂的脆皮面的啊，小等着啦。来，啊，棉花哦，对这两个囡仔啊，佮对你哦，真正是足好的。妈子，大家拢惊伊，我才无咧惨咧。我伫10几岁，我会骗去啊，卡死几根毛我拢知知。AM 9点，请收看台视，鼓励。感谢酵素王冠名播出。需抛水瓶到头上，且让水瓶站立。在挑战时间截止时，轮到的棒次即被淘汰。对，我先高一教练，再拿高嘞！你还不会起拉高啊？你刚刚那是教练的形象吗？丢高！这大是鸡两快点，有机会了！这你呀，这你的出手，你这有这里，我每天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很痒。擦下就好了。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你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伴；咱相唱无是一条性命。只要恁做三陪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既然那么有责任感，那为什么就对罗刹女坐视不管呢？魔王要早点成仙，才能够救罗刹女。她不是罗刹女，她本来就是神仙，都是因为遇见我，命运才会被改变。好像还有一个女人的运气也很差，就是遇见你而改变命运的三藏。解除金刚箍的主从关系之后，你跟我算什么？现在可以把金刚箍拿下来了吗？今晚11点，《花游记》。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了。那表示他们两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吗？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不需要我啊。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你感觉手表人甲阮厝敢有得行？
啊，这顶头有胭脂的脆甜人家啊，小小等着啦。来，啊，棉花哦，对这两个囡仔啊，佮对你哦，真正是足好。妈子，大家拢惊伊，我才无咧惨咧。我伫10几岁，都可以骗去啊！卡死几个猫，我拢知知。AM 9点，请收看台视，鼓励。感谢酵素王冠名播出。需抛水瓶到头上，且让水瓶站立。在挑战时间截止时，轮到的棒次即被淘汰。对，我先考一教练，再拿高嘞！你还不会，你拿高啊！你刚刚耐心教练的形象吗？丢高！分3只鸡两，快点！有机会了，这你呀，这你的出手，你有正义，我每天正义。感谢福尔6合1冠名播出。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了，擦下就好了。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你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这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天坛地动，互人寒甲2寸的挪威举行着狗仔游雪橇的比赛。在零下40度的低温当中，每一队拢真厉害。有参加比赛狗仔呢，伫咧终点线的时阵，欢喜间的找狗咧。新闻最后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看卖咧。我是谢美玲，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等者请继续收看台视中道新闻，咱再会。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那表示他们2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吧？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午安，你好，欢迎收看2月3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教育部2号下午宣布，全国高中职以下的学校要延后2周，也就是2月25号才开学。那么